面對啲數學題目，我哋次次都睇得明，但係又做唔翻出嚟。我相信呢個對於各位家長同同學咧嘅千古難題嚟嘅。咁憑藉我20年嘅教學經驗咧，我話俾你聽有2個方法。第一個靠自己抽翻相應嘅例題出嚟，我哋反覆鍛鍊。最緊要唔好怕錯，因為錯係應該嘅。本身個題目我哋唔識噶嘛，錯係好正常嘅。不過我哋要透過錯誤當中學習翻，了解翻自己錯乜嘢，究竟係運算錯誤啊，定表達方面有問題呢？了解咗之後，我哋重新再完成一次。當有一刻你係靠自己做得到呢，咁就叫成功啦。第2個方法，尋求外援，揾合適嘅老師幫你啦。老師講解完個題目之後，同學有2點要反思清楚，究竟個題目係點解要咁做，同埋點樣要可以諗到咁樣嘅呢？呢個就係我哋思維邏輯咧鍛鍊嘅關鍵。咁久而久之咧，我相信大家都睇得明又做得到咧，係指日可待嘅。咁如果各位同學有需要查詢我哋嘅數學課堂，可以聯絡我哋啦，我哋同事好樂意幫你哋嘅。咁大家都加油！